我叫何鴻燊，好多人都叫我澳門賭王。我喺香港嘅豪門望族出世，嗰陣屋企有錢，老豆嘅生意正做得紅火，對我亦都好疼愛，仲專門為我起咗度假別墅。但邊個諗到13歲嗰年呢，老豆生意失敗，欠咗屁股債，直接走咗去越南，剩低我同媽咪喺香港捱日子，從富家子弟一下子變成落魄少年，嗰種滋味就好似從天堂跌落地獄。我一時間就嘗盡咗人情冷暖，之後靠住自己嘅努力，我考入咗香港大學。本以為可以安穩讀書，點知戰爭爆發，學校停課，我只能夠帶住10港元走咗去澳門謀生。初到澳門呢，我喺聯昌公司做秘書，為咗揾錢，咩苦都捱得，踩住單車周圍送文件。好彩老闆睇得我起，我亦都捉緊機會，靠住壓船呢種高風險嘅回報，賺到人生第一桶金100萬港元。從此之後，我嘅事業先至慢慢有起色。1942年呢，我娶咗黎婉華，佢出身澳門葡萄牙裔家庭，老豆係公證人，佢生得靚又賢惠，幫我打通咗唔少關係。結婚之後，我哋一齊努力，生意越做越大，煤油公司、航運、地產，好多領域都有我哋嘅產業。但命運呢樣嘢總係中意作弄人。1953年，黎婉華身體出咗問題，患上結腸炎，做咗手術都冇徹底好返。到1957年，病情越嚟越嚴重，佢瘦到得返一副骨，只能瞓喺床，食嘢都好辛苦。睇住佢咁樣，我心裏邊好唔舒服。但係公司生意正處於關鍵時期，屋企亦都需要人打理。我知咁講對佢好唔住，但係我都係同佢講，想再娶一位。當時社會背景同而家唔一樣，沿用舊時嘅習俗，男人會有多房配偶。之後我認識咗藍瓊英，佢當時先至15歲，年輕靚麗，充滿活力。好快我就將佢娶入門。結婚之後，藍瓊英為我生咗5個仔女，佢亦都好有能力幫我打理屋企事務，陪我出席各種場合。愛之後，我嘅事業越做越大。1961年呢，我同霍英東佢哋一齊投得澳門博彩專營權，仲起咗葡京大酒店。我嘅財富同地位一下子上咗好幾個台階。但係喺感情方面呢，我始終冇停下腳步。60年代末期我又同陳婉珍喺埋一齊。佢原本係黎婉華嘅護士，照顧病人期間同我慢慢熟絡。佢亦都為我生咗3個仔女。陳婉珍性格低調，唔中意出風頭，就一心照顧仔女。到後嚟1988年，我遇到咗梁安琪，佢當時喺舞廳跳舞，年輕活潑，比我細39歲。我哋好快就有咗感情，佢亦都為我生咗5個仔女。我呢一世喺事業上可以話好成功，掌控嘅資產最多時達到5000億，個人財富亦都有700億。我做過好多生意，博彩、地產、建築、船務、投資，好多領域都有我嘅產業。我亦都為社會做咗唔少貢獻，捐錢起奧運場館，仲將圓明園豬手、馬首銅像買返嚟捐俾國家。晚年嘅時候，我身體唔得啦，2009年跌親之後做咗手術，只能坐輪椅出入。2020年我98歲，走到人生最後一段路。